好，再开。这是在新鸡肝，这是在新鸡肝这样。哦。你讲我打火大，你这个有没有？那你当时那怎么去吃？哇，咱们还是得来找个，得来找啊。对还懂的呀，我带点儿。这边是吧？我听他们话是老婆。现在对我懵。叫懵也不想叫哈。啊。叫懵也不想叫我。都不叫弄给嘛。我那个，这都不叫男孩子呢。哦。那以后我带你，叫对嘛去。老师嘛，吃饭面吃教练到底是生的女人在哪是养牛啊？养牛。哦，我这些有人在的。哦，那你好。哎，你们没有地少了我。是一个人吃那个养牛。你们没有地点有牛的。你要来的养牛来的才来。